先生安怎啊？安怎啊？根本伊天时同好哦。天时正经同好，等一下，唔用诶，冇吃到那味奇怪冇？那味奇怪。你冇吃到你那味有一些的奇怪冇？我根本伊请起来注意防沙听听啊。竟然做嘛个爱来做衣防沙咯？因为新冠肺炎吗？有错。姑说啊，我唔记得老最还没带起来咧，歹势啦，歹势，我太紧张咧啦。怕你先夹带起来。哦，好，冇问题啦。啊，请问疫苗门诊伫哪位啊？疫苗门诊哦，伫两位行，我再向右转哦。哦，因为我家迄去奥多派过来嘅啊，来嘅时节哦，因为太紧张咧，我就想弹音乐，本来心情啊较轻松啲诶，结果下场嘅时节，跟你记嘅哦，卡到最也未当好，结果哦，我就先将佢挂伫树风啦，无拄好吼，就唔记得咧，什么唔记提醒哈。先生想等一下。有用诶。还有你的手机，我拿出来搜4两字，数那顺沙用酒精小兔张做的，你记无？不过，我唔记得带到手机出门咧。跟你用乜嘅糖果的呢？就用呀 MP3 弹歌的啊。哇，太过！你们动音 Q 呢？唔怕，你们做得用下个填资料哦。哦，好。哦，好嘞。加色彩同排色咧。唔会，抢一批。好，家下你看好了段样片，大家看一下，真嘅紧张的时节，乜该就会唔记得，像喺样片睇到了细来嘅吼，以下唔记得带再下面。以下手机的有无带到要用写的当做的完成式连字，慢开始注意防沙嘅头型挪变吼，真嘅本大家会知道，用会按用去，故作咧下强下来好加合法了，提早老开家讲嘅合法係乜嘅疫苗，跟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有2种讲法，第一种就会吃饭直接翻译华语的说法，就会疫苗。那第二种说法呢，是我们客家话比较常讲的衣防沙，这样子呢，大家就学会疫苗的说法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影片里面的句子怎么说呢？我根本嘅抢起来做衣防沙听听啊，我根本嘅抢起来做衣防沙听听啊。我今天只是来打疫苗的而已耶。下杯呢？如果要去打疫苗，要去哪里呢？要去诊所里面问诊，诊间里面门诊的合法用版形讲门诊。要记这个诊的时候，你要念z，然后马上舌尖顶到牙齿后面，门诊。好，下杯我们就看一下。请问疫苗门诊在哪里？要去哪里注疫苗呢？才能够打得到疫苗？请问疫苗门诊伫哪位？请问疫苗门诊伫哪位？或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，更加口语的，我要去哪里打预防针呢？我要去哪位注预防沙？我要去哪位注衣防沙，这2种说法都可以哦。那下杯，像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影片中的男子啊，给被人纠正的时候，他赶快道歉，讲歹势，不好意思，歹势，家下食材当歹势，刚刚真的非常不好意思。如果你跟别人不小心撞到人家的时候，你也跟他说歹勢，不好意思。那别人跟你说不好意思的时候，你用版字句呢？當然係唔怕，
怕，没关系，不要紧。这个怕是不要紧的意思。他说哦，或是你想要去买东西，哇，忘记带到钱，然后你想要跟老板暂时赊账一下，你就讲啊，我今日冇带到钱呢，坦白本人做得冇。老板可能就跟你说，怕，冇相干，怕。好，所以呢，在影片中呢，样片低度呢，用白老姨讲呢，跟警卫警卫大哥用白老姨讲呢，唔怕，你先戴起来，先把口罩戴起来，唔怕，你先夹夹戴起来，你先快一点戴起来，把口罩快一点戴起来。好，下杯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呢，他会说，刚刚说叫他把口罩赶快戴起来，夹夹老，再下面。再下面戴起来，再下面戴起来，要戴口罩。所以呢，他刚刚一开始讲说什么？我唔记得留再下面戴起来咧，我唔记得留再下面戴起来咧。我忘记把口罩戴起来了。哇，那在现在这个时候，真的是千万不可以、千万做唔得做的事情。一开始呢，我要老太家讲到，两下出外的时间。我戴在下面，个书而是东西金钱，伫我被驾驶摩所在用茶壶洗漱，而用乜嘅酒精消毒，酒精消毒。我们再念，慢慢的再一次哦。酒精就是酒精，消毒就是消毒，酒精消毒用酒精来消毒。所以呢，他跟他说，那个书。咩损沙用酒精消毒，将做得入去；也个树咩损沙用酒精消毒，将做得入去。你的手也要顺便用酒精消毒过后呢，才可以进去哦。现在进到很多地方都会写用酒精来消毒，将做得入去，给它重合低度。好，而你家下咧 contact 面前嘅。无带做下咩，以下用无带数据按紧张来去注意防晒发生嘅事情。唔过注意防晒嘅事情，杀了真紧爱注杀咯，会发生哪条事情，我有乜嘅准备咧？本安尼听下来看下去。